好，好，开始哈。来，相款吼，家己去买纸吼，来，电话读的这段，搁读一遍吼。讲了两撇喙手，家己先活去车厢门口。伊讲啥？伊讲联邦的物件也会当随在你开吼，就是本来迄个讲啊，你若想要知影到底什么声，你甲开来讲啊。两撇喙手讲哪有可能随在你开吼？联邦的物件也会当随在你开。两撇喙手活头就叫身份甲训练讲，一人一骹。一人一骹啦，就车。讲了，两撇喙手，家己先活去车厢门口。先徛去先徛去一个车厢门口吼。身份先丢一个吼，才做一开，甲五金箱关起来。箱仔正冰吼，袂输规身躯的温度，拢会倒咧降几若度。那伊的气擦还佫会作用，毋知这是好结掉，还是歹结掉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身份看对混龄无讲话，毋过身份知影讲混龄也有感觉。这个龄是安宁的宁吼，毋是迄个玉米饼的宁吼。毋过身份知影讲混龄也有感觉到。伊迄骹箱仔的温度无正常，湿煞吼，湿煞，就是内底的声啦吼。身份佫听见迄个声，毋是温泉式传来，迄是伊头壳内底的声，毋是迄个箱仔内底是头壳内底的声吼。倒边耳仔佫起去一撮仔迄个所在吼，倒边的耳仔起去一撮仔所在，伫遐有声。起行咯，窗外的乌影一道一道飞去吼，正做一工错流的溪水。错流是啥物？急流、湍流，叫做错流吼。CHHOA 错，第三条 ，LAU 第五条。哇，竟然无这个，还是毋是第三条？是错啦，错。哦，真果然是我第三条甲第四条分袂清楚吼，应该是第四条 CHHOAH 吼，就是 H。错流就是急流啦吼，就是新马来华语的规则吼。我忽然间想到，我要开一个教育部的吼，咱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字典，我是去刻对，我才袂记。对啊，我著明明我有刻书签，加入书签。那无看，好无看，只好搁来一遍。教育部台语字典bookmark 书签，加入书签。台湾历史 learning 因为我袂记，我放咧台湾历史 learning 哦。伫遮好 ，OK。我来，咱继续倒来吼。起行咯，窗外的乌影一道一道飞去吼，正做一工错流的溪水。
空气中湿气颠倒较保气，敢若剩一种铁线啊，铁山哦，其实阮讲山吼。来，大力大字典，山 ，SAN。山，哎呦，无这字哦，好，无这字就找锌 ，SIAN。好，金属生鲜就是锌吼。哦，原来山是江腔哦，东湾腔嘛是迄个山啦吼。东湾腔嘛是山，所以我自细汉就拢讲生山吼。阮袂讲新鲜吼，讲生山。啊是讲身躯的这个油膏吼，身躯生山吼，嘛是安尼讲吼。好啊。哦，敢若剩一种气山甲乌油三蓝的气味吼。新粉用家己的骹网做枕头吼，做枕头，半体半倒伫温泉色吼，出来即个好价吼，其实是日语是叫做温泉色吼。温电湿子吼，温电吼，半体半倒伫温泉色出来，即个好价兼床帮的所在，伊骹揪起来，互分龄有所在通坐。头前即只车厢的前半，照讲是联邦党甲可乐会社的位，毋过会社的人无想要甲吴金香做伙吼，甘愿去好门车厢吼，留一个人咧顾温泉色，拄则搬上车的乌色的吴金香，踏伫新婚甲婚龄对面的涂骹，车厢内底干那车门顶的路线图还会光。新婚无出声，掠婚龄的面金金看，车厢内底暗烁烁吼，金看吼，你看我是变调吼，掠婚龄的面金看吼，车厢内底暗烁烁，毋过伊看着婚龄，敢若也对家己即边。这个是我目睭歹，美一个吼。你的鱼糕真好看，下晡迄阵就想要问啊，发电所内袂当挂鱼糕，新婚知影，迄拍算是婚龄，今仔日去信用局领出来。婚龄手针对家己的鱼珠。轻轻啊扫，伊心肝头也有代志抓袂定，甲迄只无碟仔共款吼，害咧，阿嬷互我的吼，咚吼，车厢毋知教过，毋知教过啥物物件吼，着一个咚这声吼。汽车即嘛无作用，身份向坐起身，规个人搭过去婚龄遐。我想讲，即件代志爱互你知。伊掠准婚龄会受气，还是起凶光？掠准婚龄会讲无要搁甲伊有交叉，掠准婚龄会怪家己较早讲。毋过婚龄敢若是我对伊即边。
甲伊的手甜含含，代志到一步袂赴啊。新婚感觉婚姻讲即句话时特别细声，无要互别人听见。昨下晡我渐渐感觉有各样，毋过这啥物人讲？这新闻讲的款吼。昨下晡我渐渐感觉有各样，毋过这嘛无表示讲行就会出代志。新闻甲伊安慰讲，科乐会社和联邦党合作遐久，即条路拍算是较稳的，袂赴啊。婚姻拗讲，喃喃低语啦吼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早起我伫信用局拄着保安警察，我甲代志拢投因啊。我身躯顶有总机关的记号，新闻感觉对面箱仔内底的物件失煞吼，愈叫愈大声。伊对床帮跳落来，发大发过去。等下吼，我一直毋知伊即个步伐的伐，伊到底写伫遮是要安怎读？我查下教育部咧。发，跨越，迈开步伐的走。脚步哦，脚步计算步伐的单位哦，这是发。哦，歹势，毋是发啊 ，HUAH， 我读做 HUAT 去啊。画，对，才是 HUAT 是文言词，但是无几说伊讲是单字不成词则无意象，无啥物意义啦吼。叫做发吼。画是跨越吼，所以即只讲发大发过去安尼哦，发大发过去。一画两画，画甲做大画，来做单位数动数嘛。就是骹步就对啦，发大发过去安尼就对啦吼。一画两画。可能中文的步一步大步。你捌听人安尼讲？有。哦，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，一画两画，画大画过去吼。要甲联邦党的五金箱仔拍开，伊对床帮跳，我过看吼，伊对床帮面床帮跳落来吼，画大画过去，要甲联邦党的五金箱仔拍开，因为直直听到声嘛吼。即时伊才知觉着讲箱仔的声。咧对家己边迄块所在咧讲话，内底物件定着和汽车有牵连。汽车若开福，伊就有法度带婚姻做伙出去。新婚求新婚的手后翘吼，求即个婚姻的手后翘，要甲挽倒转去。手后翘，这应该读手后翘吧？来，我先 copy。车手后翘。哦，咱拜托伊甲咱读。手肘外侧叫做手后翘哦。新婚，伊讲新婚就是伊较扭啦吼，较扭讲新婚，婚姻扭一个新婚的手后翘，要甲挽倒转去。是说103但新婚内所长是报道，安尼内底敢有够光？就是内底的声发出即种声啦吼。103但新婚内所长是报道。安尼内底敢有够光？五金箱一个拍开，新婚煞听见家己的声吼，就是拄则讲迄声。伊话记得迄是昨日吼，伫发电所伊讲的话吼。
箱仔内底有一块含即个科技棒变大吼，科技棒知影？科技棒揭示板，即日本话啦吼。科技棒吼，就是bulletin board 吼，广告棒啦吼。箱仔内底有一块含即个科技棒变大吼，四角形的乌水晶。斟酌看，迄个设置含因伫发电所工厂处理的即个石侵相共。石侵是因伫咧发电所咧处理，我袂记石侵是啥吼。联邦党人才看见身份咧开箱仔，两撇喙手冲过来，拿桥拿甲五金箱抢去，身份阁要含两撇喙手相掩吼。煞互光头甲两只手后去骹车后袂顶袂动，放开身份大声嚷，即项刺插有关系，我是要救大家，混领伊失礼咯。身份还袂讲了，光头连伊摕手棍仔来踢伊的喙，刷落来讲失礼咯。刷落来到河尾的路途，会互两位较艰苦。死狗请好礼啊，鬼说吼，恁是安怎爱开阮的物件吼？落尾身份甲混龄，互联邦党人压去头前运转席吼，骷髅会社的运转手看因规大阵人撞入来，有额头影一个，无加讲话。因摕箍行李的塑胶锁啊，甲两个人绑带即个运转席两边的铁条，搁卡着五金箱的所在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搁卡着五金箱的所在？因摕箍行李的塑胶锁啊，甲两人绑带运转席两边的铁条，袂过啦，袂过卡着五金箱的所在啦，应该是袂过卡着，应该是袂过摸着啦。司机阿伯，你甲阮头开好无？手骨互因绑了会疼，混龄的喙无互人踢起来吼。因出去1分钟了后，混龄下声吼。叫迄个骷髅会社的运转手啦吼，混龄看见伊裤袋仔内底有插一支运工刀啊，运工刀是啥物？美工刀哟，我查者吼，啥叫运工刀？无哦。敢讲即种事是对台里大书店来，无哦，这伊发明的吼，咱甲学起来吼，运工刀。讲混龄看见伊裤袋仔内底有插一支运工刀啊，毋过混龄叫几若声，伊拢无应。我甲混龄坐即班车，敢会平安出去？身份无法度去搭家己的鬢边，目睭过吼，目睭刻哦，这是阮的口口，目睭刻。五金箱内底迄个声，行过的路，伊即马要用心神去探听。倒边耳啊，搁起一撮仔所在，身份感觉有清泉要为坑底问出来，刺扎的声，叽吼，运转手甲档啊打一吹真棒，一条仔久，车厢内互合金星照甲光光，闻会着铁基路烧甲要倒好的气味，车帮即时冻点哦。车帮一时冻点，就是规只车规个冻落来吼。拄好停伫一个旧的捷运站的月台。喂，头前创啥话啊你？车厢内底有人跋倒，还是去碰着壁吼？红声咧干叫，
骷髅会社的运转手若唱拢无听见，甲随身仔杀起来叫阿达哈巴亚迪雷尔，阿达巴哈亚迪雷尔。伊写拼音吼，我照念尔吼。毋对，身份要看头前有啥物物件，毋过手摇互人白带即个铁条徛袂直吼。为控制台后壁看出去，铁枝路互一顶喙石仔铺甲满满是吼。铁枝路互一顶喙石仔铺甲满满是，车无动落来，拍算也驶袂过去。骷髅会社的运转手甲控制室的门拍开，探头出去看，月台的方向，一港青真风灌入来。啥物叫做青真风？查一下，青真风，深真风，华语啦，青。无即个词，出台语，台湾线顶事典。讲青真风就是对应中文的疾风，青真风。啊，若文工刀呢？等下，好似也袂记得用出台语词，我即马个用出台语词讲嘛，文工刀。无，还是佫无吼。哦，伫倒位啊？读到倒位啊？一港青真风灌入来吼，一港疾风就是急紧的风吼，大风灌入来。新闻感觉家己鬢边熊熊着一个，风中有一丝仔即个大茶味、芳水的气味吼，歹吉掉，袂赴啊。放拄去即个捷运站具体的电话。保安警察的3台照明灯车吼，也做一时颠倒。车厢内底众人的目睭，互安尼插一个拢爬袂紧。阮是保安警察第5大队，警察徛伫个灯车后壁，拿麦克对车厢的方向放送，各位违反治安依持临时法。请将武装解除，照次序一个行出来。恁有10秒的时间。拄则麦克伊是用即个拼音吼，我直接读麦克吼 ，microphone 嘛吼。好，故事到遮个，即个抗战即嘛，后一段是第5段吼，互我休一下。今仔个听着虫声，互你听咧虫声。好。莫看我的人生，哦，不要紧。好，来继续读咧。伊找无机会带身份出去。保安警察讲因下暗会攻入去淡水市各地的情报站，
毋好和联邦党踮做伙，实在对不住。毋过为着保全伊甲身份的自由，分明袂当甲迄阵人警告，袂当甲迄阵人警告。即个警告即个警吼，你听我拢读警察吼，因为本条是第2条吼，咱来听看教育部这是安怎读法吼。对警察开始，我读警察，因为第2条，阮的变调是变第5条吼。警察。哦，伊这是南部腔吼。警察。阮讲警察吼，所以你会当读这个警察，或者是警察吼，但是绝对袂当读别个音嘛吼。我知影即个人互华语带走抓去啊吼，所以警察惯势一下音吼，警察吼。警察还是警察拢会使吼，警察局、警察局、警察局、吼警察局、警戒、警戒、警告、警告、警报、警报。哦，惯势哈，莫读别个音去啊。我等我为什么找对下来？哦，讲。我个对顶头吼，即个分型啦吼，即主词无写，我一开始看无伊讲啥吼。主词是分型伊找无机会带身份出去。保安警察讲因下暗会去攻入去淡水市各地的情报站，毋好和联邦党踮做伙，实在对不住。毋过为着保全伊甲身份的自由，分明袂当甲迄阵人警告吼。为什么因为我读警告哈。车厢停落来了后，分明一颗神神看窗外。规下晡分明拢咧询问，毋知身份敢会算着歹结掉。当时也是刺插石头啊！身份讲箱仔内底。箱仔内的物件，参伊的刺插有关系。迄敢是保安警察想要问的代志吼？迄敢是保安警察吼？歹势，我咧谈着。迄敢是保安警察想要问的代志？伊无心思，嘛无用功去斟酌遐个代志。唉，伊嘛无想要害联邦党受掠。毋过，伊有答应身份爱做伙出去啊！找着人进前，伊会好，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找着人进前，伊会好。分明知影家己是一个纠过无胆的人吼。伊即款人伫即个时代，原来会当有所望啦吼。伊即款人伫即个时代，原来会当有所望啦吼。因到位啊，加伦顺，毋知啥物人加伦顺吼，分明瞄着一个伊家己也毋愿踢破的条头，所以才加伦顺吼，互人心惊胆吓的代志特别发生。心惊胆吓哈，我是读做胆吓啦，应该是胆吓，心惊胆吓。第5。伊真正教育部收即个哦，心惊胆吓啊！
我咧看啊，甲你大叔底有收。无，好，心惊胆吓，心惊胆吓，吼，心惊胆吓。心惊胆吓，歹势吼。毋是我毋对吼，我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人毋对啦吼，到底是伊拼音写毋对，还是即个念诶人读毋对？心惊胆吓，因为伊写胆是写分调第二调嘛吼，所以心惊胆吓，照理是爱变调啦，胆第二调爱变调变第五调，还是第一调吼。心惊胆吓，我是逐字拢变调，敢若最后一字读分调吼。心惊胆吓，结果伊读心惊胆吓，心惊吼，长胆吓长吼，就是两字夹做一伙，但是伊个无读变调吼。我相信是伊读毋对啦，因为胆即字本来就是第二调吼。心惊胆吓吼，爱安尼读吼，读毋对去。好，咱倒来小说家，有20分。嘉伦顺分明瞄着一个伊家己也毋愿拆破的条头，互人心惊胆吓的代志伫要发生。心惊胆吓的代志伫要发生。恁有10秒的时间，吼。月台顶的情景，分明看无，拍算迄个警察是甲麦克请挂起来，吼。看联邦党甲科罗会社，吼，无甲伊回应，才开始倒打算时，吼。后壁写一个加，毋知啥物意思。灯毋知啥物声吼，警察即时禁声吼，就是伊敢若画一个赞尔，就出现个灯吼，警察即时就禁声吼。迄个声袂使有人甲车厢的铁门大力开落去吼，迄是分明因隔壁传来。规间捷运站拢咧应声吼，声犹袂煞，连面就来第二声，较大声吼，较近我，身份甲分明闻着臭好大的味，规鼎肉无卤去的即个气味吼，规鼎肉无卤去吼，无就是稀饭了吼。卤气的气味，咱来看什么叫卤气 ？LOO。但你大字典无卤，那教育部咧 ？LOO。伊敢若有收罗来吧？伊无收 LOO。好，监理店 LOO， 无即字，伊家己发明的，找台语。LOO。甘伟玲，我拄则找个我无找个，对，我有找监理店啊，为啥物无？监理店 LOO， 讲是空啰嗦，就是无物滴的，无半项叫做卤，但是伊讲半规定无肉无卤去的味嘛吼，所以绝对毋是空无物件吼。好，
大理大书店有路啊，对啊，我就会记有路到着路迄个路啊。啊，为什么我大理大书店无看 ？LOO。怪奇。这嘛是安怎？LOU 啦，歹势。即个大理大书店来用 LOU 嘛无咧。LOO 怪，为什么无？好 ，OK， 路，大理大书店路两个意思吼。第二个意思就是第二，我拄则讲到着路，到的皮肤边个路，一个是交搭，所以伫即只伫小说遮是交搭啦吼。交搭的味嘛，就是臭荷搭味嘛，吼，落去规定就是臭。是讲新粉甲粉凝闻着臭荷搭的味吼，规定肉无落去的气味。想无真，佮听见第三声、第四声拍过来，刷落来因就分袂清啊。庆记对头顶报告，新粉甲粉凝人赶紧压落来，掠车厢底的即个红骨的树铃棒直震，毋敢举头。即个震佫是啥物意思啊？掠车厢底的红骨树铃棒直震，震除了目睭眼看以外，佫有啥物震啊？CHIN 第5条。无别个意思啊！掠伊一直震，注目、目震、牵震、断震，绳子啦吼，牵绳、断震啊。第三个是对着伊讲的话袂真哩，所以即只直真，即个是啥物意思？就是直看的意思。我看真。哟，教育部无可能用有咧。我用白话字的 CHIN 去查，伊竟然嘛查会着。伊可能，但是伊直接秀即个 TSIN 吼。瞄准定睛细看，墨神。木匠、泥水匠等用木斗中的神墨拉出神线，弹出工作要用的线条，就是琴。所以这只应该就是瞄准、定睛、细看这个意思了吼。大概对哦。新粉甲粉凝人赶紧压落来吼，清气拍过来吼。掠车厢底的即个红骨的树铃棒吼，直震，毋敢举头。一个查甫人嚎出声，吼出声嘛吼，嚎出声，就是怪怪吼。迄个运转手吼，袂富味，互庆记拍着胸坎，伊规个人落力。跪落来，头徛伫运转台顶，庆声但袂煞。运转手的尸体，阁互警察弹着几若解。隔壁车厢嘛有人倒落去，肺甲铁山的气味倒月台顶的风，按庆气孔灌入来运转室，粉凝离运转手较近，伊骹过去运转手的裤刀踢一个，文工刀仔落出来。
混凝正骹去揽倒骹，甲布围甲帽仔照烫起来，骹尖搁伸起一个甲文工刀仔回过来，两边骹头有叶的刀。这细字我看袂介清楚，我已经老花眼啊。刀眉啦吼，刀眉是一个吼，刀芒吼，芒是金字边，搁一个芒果迄个芒吼。刀眉是一个，来，咱来查一下刀眉。刀眉的刀刃吼。刀眉是一个，伊喙甲刀仔接过去挂长塑胶锁仔，混凝无细腻，甲家己的手围着，毋过伊无用感去感觉疼。毋知伫时外口的庆声拢点去啊，停车的光为几若百个庆枝孔照入来，庆药的气味。呛甲即个混凝目屎强要顶落来，伊甲绑伫新婚树顶的塑胶锁仔一条一条挂断，无剩上尾一条的时阵，伊煞雄雄停手。新婚，你出去了后莫等我，因有甲我做记号，袂使倒恁去。混凝讲了，才甲踢伫个新婚喙边的手棍仔。挽起来，新婚扫几若下，喙烂吞落去，才搁下声讲话。你听我讲好无？咱毋免安尼，你去隔壁甲箱仔内底箱仔内的物件摕来。我有法度，我知影刺杀我度带咱出去。我走袂离啊啦！咱若做伙，安怎走，因就有才调找着咱。混凝的头壳遐去含新婚三拄，两人身体的温烧渐渐三有过。新婚喙开一个合一个，细细声暗叫混凝的名。伊闻着混凝的面顶有咸鲜的气味。咸鲜这是读鲜哟，还是签啊？咸鲜纤维的纤啦吼。我直接用汉字甲 copy 过来，甲搭伫个教育部遮查看觅。无，这又搁是毋是伊搁家己发明的？规则，毋是规则，台语大字典汉字，无。好，我想是家己发明的啦吼，真好啦吼。咱讲足鼓励家己发明一寡事吼。伊闻着混凝的面顶吼有咸鲜的气味，毋知是咸鲜啊咸签啦，我嘛毋知用汉字个暗写拼音，毋知是肺肝，还是连落来滋类吼，形容伊感觉。扁仔骨哦，这是扁仔骨，这个是要哪读啊？哎，我搁查一个教育部的书典。对。扁仔骨。哎，对。扁仔骨知影肋骨啦吼，肋骨啊肋骨哦，就是扁仔骨吼。形容伊感觉扁仔骨插一个，看见混凝甲一包亲像什么？亲像灌干的物件，塞入去燕肉内底，燕肉的内层，亲像灌干的物件。这汉字我知着，什么叫灌干？哦，更干啦，歹势啦啊！更干。哦，更干啦。
我都汉字白痴啦吼，看着拢袂晓读。看见粉玲甲一包亲像更干的物件，就更干就是来，咱来看伊的规则。以古代的铜钱、黄金或玉石所片，折成六角形的庙宇、平安符等等，用红棉线穿过其孔，拿至庙宇之香炉过火，用以挂在身上，求神明保佑，叫做更官。安尼知无？平安符啦，哦，但是是六角形的吼，记做六角形，一个那敢若蜂窝状吼。看见粉玲甲一包亲像更干的物件，摄入去恁肉内层。即对鱼糕，互做即个蝴蝶香包，请你替我保管吼。粉玲的声咧准，毋过伊无停困，讲落去。无论伫发电所抑是外口，不管是我拢咧烦恼讲出代志要安怎？迄阵无拄着你，我早就无伫咧啦。新芬甲迄包鱼糕拄倒转去，粉玲毋食，落伫咧车厢地板，莫讲即款话好无？莫互我惊啦！咱讲也袂煞，讲甲咱。雄新芬听起有人上车的声，乌皮话甲树林地板打甲。悄悄叫，吼，悄悄叫，吼。保安警察，新芬感觉因的骹步踏甲特别慢，毋知咧做啥物。粉玲也听见因的声，伊自温泉色的门顶的称子孔对外口偷闪，我昨即个芭比才替咱找过，我阁袂记啊。一粒目字边边三撇，到无？哦，到无有啦吼，闪哦，香头闪哦，闪就是瞄偷看，迅速的看一下子吼。伊自温泉色门顶的称子孔对外口头闪，毋知闪着啥物。吞一个气吼，新芬感觉粉玲，一字个不要读啊。徛身边一个什么圣欺人太甚的甚，心他在心吼，沉思保持不动的姿态，叫做心。新芬感觉粉玲心一时才滑头吼，心一时就是小停一下拢无叮当。新芬感觉粉玲心一时才滑头，转来甲家己手目的锁仔挂断，要搁囥粉玲和家己做伙去。粉玲煞无互新芬开喙的机会。你出去找恁小妹，安尼我才会过心。粉玲甲伊杀含额台对反迄边的车门，新芬毋知影粉玲有遐大的气力，为温泉色的车门落去，新芬骹手摇咧麻，人趴伫车厢下骹会铁去路边，看见一只手卡伫额台甲车厢中间的空徛，毋知是科洛会社还是联邦党的人，手中的刀枪落伫额台骹。喂，头前有人，规个保安警察听见声，撞对温泉室来。我靠粉玲要出去啊，莫大笑哦。新芬听见粉玲徛起身，温泉室到车厢中间的门，互粉玲小可撒开。破略仔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破变怎读？叫做破略啊！破
绿啊，坡绿啊，哈，坡绿啊，坡绿啊，稍微约略些许，叫做坡绿啊。坡绿啊，吼，大你老师顶有修吼，坡绿啊，概略吼，小可啊，吼，坡绿啊知，小可知，坡绿啊。哦，我读这本小说嘛，学着袂少书呢，我真正拢无啥知影吼。我当然看了坡绿啊，约了知影，约会出来啦，知影意思啦，但是家己袂晓安尼用吼，坡绿啊。大家对普流啊，听有混龄咧含车厢内底的人咧讲话吼，新闻啊吼，听见混龄徛起身，运转是到车厢中间的门吼，混龄小可甲撒开，普流啊，听有即个混龄咧含车厢内底的人讲话，但新芬敢无参与做伙？杨灵书，新芬知影这就是伊伫发电所当着的迄个警察吼，我互因。白带头前无含因做伙，拍算伊家己出去啊。但身份敢有遐好胆？杨灵书听着咧起爱笑，文玲小姐，代志真简单嘛，甲陈身份叫来，我代志问煞，随放恁来去。伊无伫咧啦，连工我才找伊过去，贴。称机的龟仔三壳出声，称机的龟仔，伊就是迄个三壳出声，称机的龟仔吼，称机的龟仔就是，这边来讲，称机的龟仔吼，我嘛不晓讲吼，恁自头就无要放阮出去对无？杨父伊举刀，一个警察叫出声，嘣一声，真无彩，顶头剩杨灵书的声，但身份走也袂远，落去找。好，读到遮啦，这故事读到遮读袂煞吼。我哋就是即嘛，因要去找陈新芬啦，陈新芬我走去吼。第16页，我小记诶无，明仔载佫袂记。今仔日是7月29啊吼。7月要佫结束啊！你看，16页。但新芬走也袂远，好，一个月又佫要结束，日子过诚紧。哦，看一下笔记。错楼吼，错楼，水流湍急啦。科技棒嘛吼，嘛毋是揭示板哦。为什么毋是？我都会记是啊。英文的艺术史，他们说伫台湾介是毋是啥物甲这个白啊？哦，对啦，我知，你算白啊讲科技棒，那是就是迄种白啊算的方法叫做科技棒，但是科技棒伫日语的意思是揭示板，就是bulletin board 吼，讲告示板。所以伊伫遮拄则迄嘛是
哦，你讲伊迄个科技棒大细，我毋知影伊讲是白啊，还是当然我毋知啦吼，伊伫搭。其实迄种白啊算法叫做科技棒嘛，是和迄个揭示板有关系，只是因我无啥会晓算吼，我无介知吼。好，警察山帮地理心惊胆吓，吼 ，OK， 主为结果，吼。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所以是若像山帮地理心山风调，对啊嘛是变调啊，我毋知影马文啥物意思，主谓结果。就是风调雨顺啊，风调雨顺嘛是有变调啊。就是风调两个字，雨顺两个字，安尼，甲两个字读法，然后山帮地理，山帮地理，敢若拢变调啊？山帮地，对啊，都拢有变调啊。然后马文可能无方便啊，我其实也请马文小规则是去写啥。好 ，OK， 方便再写，拢无变调。啊，拢无变调，我读字拢变调，哪会无变调？山帮地理，心惊胆吓，逐字我拢变了，除了最后一字无变以外，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哦，风调雨顺就拢无变，风调雨顺拢无变，无毋对。啊，所以山帮地理啊，读做山帮地理，吼。心惊胆吓，心惊胆吓，山帮地理，风调雨顺，哦，就是马文讲的主谓结果，吼，有兴趣再家己去查吼，主谓结果是拢无变调，吼，今仔早学着啦，吼，感谢马文，好，安尼。多谢吼，感谢各位吼，欢迎楼骹叶文马文 KW95Y Dealer， 我毋知要安怎甲你称呼，欢迎你吼，我敢若定来看你啦，但是我康宁，哦，伊叫做康尼吼，好，欢迎，个金家吼，金家 Pro， 欢迎。阮今仔日读的小说有兴趣，明仔载再搁继续来听吼。OK， 这两位故事内底两位一个主角啦吼，陈新芬甲柯粉玲吼，因即嘛要走离开即个叫做啥物所在？啊，反正就是讲的即个淡水市即只啦吼，要走离开即个所在的即个过程。好。感谢，我要来关房哦，吼。多谢阿关，多谢大家。